11章，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开始，伤长，所以我选为28节，互咱王长老师下来读圣经28节。28节是为玛利亚的部分开始，全部为第1节开始是咧讲，耶稣的好朋友拿撒勒，因3个姊妹兄弟，拢是耶稣所疼的。这个故事讲到拿撒勒破病，耶稣听了后，并无随过去，伊犹原伫伊的所在，搁延长2天了，伊较出发。到马大、玛利亚、拿撒勒因住迄个所在时阵，咱今日经文是为28节，一开始就看到玛利亚这是妹妹玛利亚甲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阮兄弟就袂死啦。这句什么意思？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拿撒勒若还搁咧破病的时阵若迄个时阵你来，一定会安那？会当甲医治，对无？就袂治到即马死去啊！耶稣要去看，3、7节的时阵，边仔人有讲一句话：你看，伊捌开1000人的目睭，减袂互这个人无死嘛？这句话你讲什么意思？边仔人看到耶稣做疼拿撒勒。讲这句话，伊讲伊捌开1000人的目睭，减袂互这人无死嘛？这句话什么意思？同款啊，就是讲伊若较早伫遮，一定安那，拿撒勒就袂死啊。才有一个介重要的现象，就是其实所有的人拢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气力，对无？是毋是？大家拢相信主耶稣会当医治，毋过敢有去想到讲主耶稣会当互死人搁活？无，所以拢听无耶稣咧讲啥？包括第1节开始，第1节开始是讲到，下段迄个背景共款，讲到讲有人来报消息，主啊，你所疼的人破病啊，主耶稣听见。伊就先要甲即个事件的目的，伊就先讲出来啊。伊讲，即个病袂治到死，就是为着上帝荣光，互上帝的囝对遮得到荣光，要对即个得到荣光。就是讲，即个拿撒勒破病即件代志，是袂治到死，即件事件是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要互上帝的囝嘛对即个得到荣光。这是主要所基督已经先讲这个事件，已经做一个说明。毋过为遮开始，耶稣讲一项，听的人咧，听另外一项。包括伊讲咱要来犹太，伊学生讲啦，莫去哦，这人做歹的，这人想要摕石头甲你钉呢。耶稣讲袂顺车伊讲好啦，拿撒勒死啊，即马过2天啊。耶稣讲：拿撒勒死啊，来，咱来犹太。因讲好，要死，做伙来死，有无？迄个多嘛，安尼讲，好，要死，咱做伙来死。耶稣讲是要带因去死，毋是拢听无。当耶稣来到迄个庄的时阵，好多咱念的是玛利亚。玛利亚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其实伊是第2个讲的，玛利亚是第2个讲。一开始是马大先拄着，伫路林拄着耶稣，伊马上讲安那？主啊，你若伫遮，阮兄弟就袂死啊。马大就讲过，所以这2个姊妹仔拢共款的心态，共款的思考，就是讲主耶稣你才较早来，拿撒勒破病的时阵，你若来，伊就袂死啊。毋过，这个马大一定是一个做认真做听耶稣的话伊马上佫讲一句讲，
主要说你无论上帝求什么，上帝嘛会赐予你。吼，这句话的空间想象的空间就足大啊！吼，马太是咧讲啥？伊个是咧讲耶稣那个话吗？唔知吼，无讲清楚吼，无讲清楚。反正伊有讲即句话啦吼。可能唔是的原因，是因为当耶稣讲你的兄弟会过我，马太马上讲什么话？我知，吼，伫末日的时阵，我的兄弟就是耶稣咯，会过我出来，吼，表示其实马太伊的信用是介纯正吼，很正统的吼，伊甲迄当时犹太人共款，吼，认为讲上帝个来要日末日的时阵，死人会干呐？会过我吼，敢若撒都该人袂相信尔吼，撒都该人无相信过我是件代志，因为因敢若承认摩西五经吼，因为因认为摩西五经吼无讲到过我，所以因无相信。其实耶稣亲身有教示过因吼。就圣公要摕摩西五经的经文来讲，耶稣嘛，人嘛是过我的吼。好，所以耶稣咧讲，你的兄弟会过我，个马太是上尾、上尾、上落尾的时阵过我，好，所以雅各照着我们这一个经文这一段叙事所表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讲一项，听的人咧，听不另外一项，好。反正拢讲袂顺车，吼，所以伫遮讲到，我们又回到28节吼，讲到耶稣已经甲玛利亚，吼见面，吼玛利亚嘛是问下倒句话，主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吼耶稣要去看，吼要去看迄个所在，边仔的人就讲啥？哦，你看，吼这个人耶稣这听。这个人因为耶稣考吼，底下有一个最特别的所在，编辑圣经的人特别用一节在讲耶稣，吼，第35节35节，咱汉字本的圣经短短的5个字，伊讲耶稣老目屎，一节尔。迄节安尼敢若讲耶稣老目屎，吼，伊要甲强调这件代志。不过，兄弟，咱要想一下无？耶稣老目屎为什么老目屎？是毋是亲像边的人讲？你看，伊听这个人到安尼呢？为着伊哭，为着伊老目屎。耶稣老目屎的原因什么？拢无讲，不过咱要看卖啊。伫这个时阵，耶稣老目屎。是为着什么会？可能真正有为着拿撒勒受苦啦，吼为着马太、为着玛利亚因的艰苦，耶稣嘛来流目屎。不过，有另外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真正无人听也知影伊在讲啥。无论是缀伫身躯边的学生，还是连这个玛利亚伫不只是约翰福音安尼记载，玛利亚真正是一个最了解耶稣的一个妇人人，吼，甲耶稣最亲密的一个妇人人，拢比别人较知影耶稣在讲啥，耶稣在做啥，嘛是玛利亚用迄个上好的油拿搭油膏拍破去抹耶稣的头。有诶讲，另外记载是抹耶稣的骹，用他们来试。约翰福音就是讲，这个妇人人是最听耶稣、最了解耶稣的人。不过伫这个时阵，伊嘛听无耶稣咧讲啥吼。我真正有一个感觉，吼，当正人拢听无你咧讲啥时阵吼，真正会哭呢，真正会哭吼。我正兄弟姊妹拢听无我咧讲啥吼我嘛在思考讲我实在我是讲唔对去吼，是我的逻辑出什么差错吼？拢无人听知影你咧讲啥时阵，感觉做寂寞的吼，很寂寞吼，真正会哭。
我心内相信耶稣的口吼，嘛有这个原因嘛吼。咱圣经里讲耶稣这切心吼，受到搅了。当耶稣徛伫遐讲来，恁甲石头刷开。咱知犹太人的梦吼，甲咱无共款吼，毋是为涂骹乌咧吼，伫山壁内面吼，乌环的空入面，尸体用迄个抹油甲布包起来了后吼，有处理过哈，放伫内面。外口就摕一个大石头，吼，甲踢咧。所以耶稣讲来，甲石头刷开。马代讲啥话？咱的汉语本翻得较好吼。伊讲啥？马代甲讲，主啊，打草啦，已经4天啦，吼。咱的和本是写讲，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有一个他吼，伫迄个希腊文，迄个他是用阳性，是毋是讲人？是用物件的迄个他吼。所以咱的和本，咱的汉语本翻这好，伊讲主啊，打草啊，拢无讲啥物回，无讲啥物回草啊吼，讲打草啊，已经4天啊吼。最后说讲，甲石头刷好开，马太了之最后说要去遐看，吼，讲莫看，草啊，已经草啊，吼，4天去啊，这无好去啊。毋过最后说讲啥物话？讲你敢袂相信嘛？我今无甲你讲，你若信会看见上帝的眼光。所以耶稣就对天父来祈祷，讲爸，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知你常常听我，独我请安尼是为着周围得徛的证人，互因信你找我，讲煞就大声嚎叫。其实主耶稣伫四福音的记载，主耶稣讲话介少去讲到耶稣是大声嚎叫吼。咱就知影耶稣心内偌切心吼，大声嚎叫，讲拉撒路出来，结果迄个人啦就出来了。各位兄弟，咱若读到遮吼，应该要发现一件代志，为头到尾，拢无人听有耶稣咧讲啥，敢若啥人听有？敢若死人听有？煞毋是，为何到第1节开始，耶稣甲伊学生讲，耶稣讲这边，学生听这边，耶稣讲安尼，学生听安尼，拢听无咧讲啥。耶稣对头到尾，拢甲他讲家己的尔，来到拉撒路的这个庄，对马代讲，马代嘛听无；对玛利亚讲，玛利亚嘛听无。边的人嘛看无耶稣咧创啥。上尾耶稣讲，拉撒路你出来，送出来，死人出来，敢若死人听有尔。各位兄弟，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是咱遮活的人拢听无？拉撒路已经死啊，颠倒伊听有？我毋是咧讲玛利亚、马代甲迄个庄，甲缀伫耶稣边仔的学生尔。我真是咧讲咱。各位兄弟，是咱遮活咧的人，拢听无耶稣咧讲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根据我的经验、我的观察跟我的非官方统计，我统计是非官方的我发现一件代志，咱活的人听无耶稣咧讲啥，是因为咱有啥物货？咱有经验，咱有知识，有搞无？咱无人要插我，有搞无啦？有啊，所以咱安那，咱自以为是。我遐尼侪经验，人敢会活起来？死人敢会活起来？我敢有知识呢？敢有可能已经4天臭啊，佫会活起来？所以活的人安怎都袂去用这个思考？去听耶稣在讲啥？毋过耶稣伊一开始就讲讲这个病未治到死，这个事件是要延光上帝，延光
天父的囝。吼，伊学生拢听无入去，听袂入去，因为这超过因的经验甲因的知识。过下这，我毋是咧讲因无好，我咧讲咱，其实咱所有的人拢共款，咱拢因为咱的知识，因为咱的经验，因为咱对圣经的了解，咱拢俩做代志一定就是安尼，绝对不会有意外。过下这，如果没有意外，也共款不会有惊喜。德国神学家莫特曼有一届来台湾，伊咧讲台湾专讲的时阵，伊就讲信用上水，咱基督徒信用上水的所在吼，是对上帝有一个惊喜。惊喜大家安怎讲啊？我伊咧想惊喜，毋知要安怎讲，所以白去问者。惊喜，惊喜安怎讲？好啦，惊着欢喜安尼吼，怪怪。伊讲基督徒，伊信用一个最水的所在，就是伊上帝会有一个惊喜的盼望。吼，是安怎会惊喜？就是讲你想袂到的嘛，是毋是？你认为袂安尼发生的一件好代志，竟然会伫上帝掌权下面发生，安尼会不会惊喜？当咱基督徒若拢掠做讲，上帝所做一切拢伫我的理解内面，吼，拢伫我的所以当想象内面。各位兄弟，咱敢有可能惊喜？就大概上帝若做工，哦，我知，啊，就是安尼嘛，我知啊，我早就知。安尼敢会惊喜？袂呢！各位兄弟，所有跟底主耶稣的人，拜托诶，咱所有跟底主耶稣的人，咱的性命爱为咱的主留一个空间。什么空间？一个未捌想象过的空间，留一个空间伫遐。无论咱做啥物判断，无论咱对上帝话做啥物解说，无论咱拄着啥物款的现象。甲啥物款的人伫应对、伫计接，咱的性命留一个空间。检猜正人拢讲这人毋对，检猜伫咱的经验，伫咱对圣经的看法，人讲这是毋对的。啊，毋过咱犹原留一个空间。咱在这个巨大，犹太人讲的大而可畏的上帝，其实。伊会时常互咱惊喜，吼！伊会时常互咱惊喜。我后来发现，若要讲例吼，莫讲别人，爱讲家己的例，吼！我要讲一个我无藏空间的例，吼。伫弥迦书讲到啥物话？讲到6章68节，讲到咱得爱安那，吼，行公义，吼，啊，怜悯。啊，谦卑的心甲安那上帝行做伙，是毋是？嘿，啊，讲到这啦，拢无声，是毋是啦？吼，爱行公义，好怜悯，对无？吼，所以其实我常常拢勉励家己，爱甲弱势者安那徛做伙，啊，绝对不漠视不公义。吼，所以对我做少年的时阵，吼，拢时常行街头吼，示威抗议，常常拢为着受苦还是受压迫的人行出来吼，啊，拢感觉家己安那，毋是这厉害，正义的化身，会袂？会袂啦？啊，现在明翰也常走，会不会？不，明翰不会吼。好，啊，毋过吼，前一段时间。有人咧分享莫特曼，但是我都讲迄个讲信用惊喜，迄个德国神学家，即马抑个话咧吼。莫特曼讲一句话，伊讲，咱问讲主耶稣会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袂？伊讲主耶稣当然会甲迄个受压迫的人徛做伙。
主要说，即马若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犹原会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啊，毋过吼，伊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伊是为着要安那？要拯救迄个压迫别人的人。莫德曼在讲啥？伊讲主要说，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啊，毋过伊是要安那？去救赎。去拯救遐个共压迫的人，佮像这我惊一条，因为吼，开始减一个，开始减我，呵，这个是我写的。陈思豪吼，嘛是甲受压迫人徛做伙对无？是毋是？啊，毋过你知我要创啥？我是要干掉压迫者，好，我是要。对抗迄个压迫者，我是要甲安那 delete、甲 remove 甲拍掉。所以当我看到莫特曼这句话的时阵，我就想到说，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牧师跟神学家的差别。伊看耶稣比我较深，伊看到无论是受压迫的人，还是共压迫的人，拢是耶稣伊要救赎的对象。伊看到无论是共欺负的人，还是受欺负的人，拢是主耶稣要拯救的。我这个天图看无，当我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时阵，我满心想要啥物货？要拍倒，要去对抗。要互因整歪歪，我看袂出来，这个压迫者嘛是主所看重的性命，嘛应该是咱的兄弟姊妹。各位兄弟，我伫遮，我要去做一点点的改变。伊遮讲到压迫者甲受压迫者，拢共款是主要所拯救的对象的时阵，因的差别较大。咱莫掠这个，咱另外一款的情形。可像这当咱一个信仰的群体，伫一个事件，也是一个问题顶面，当咱的立场无共款的时阵，无论你同意，还是你反对这个事件、这个议题。咱是毋是其实拢共款是主耶稣基督要拯救的对象？无论伫这个事件内面，谁较对，相对来说，谁较毋对，较无好。其实伫上帝眼光看起来，拢是啥物话？拢是需要伊拯救、需要伊救赎的人，敢毋是？所以，若是压迫者、甲受压迫的人，拢爱伫主的疼内面受到拯救的时阵，各位兄弟，咱一个共款的信仰群体内面，咱的意见无共款，咱的立场无共款，咱的解经无共款，咱对上帝的话的理解无共款，敢有需要分裂？敢应该爱分裂？因为伫咱掠做，咱在对为上帝讲话；伫咱掠做，咱甲上帝徛做伙的时阵，咱拢爱有一个觉醒，咱犹原是上帝所要拯救的对象，敢毋是？所以拜托，我所敬听。咱的兄弟姊妹，咱才会光体主耶稣的人，咱的性命，得爱为主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咱毋捌想象过的空间。咱准备一个心，要来面对迄个主耶稣基督，面对上帝要互咱的迄个惊喜。检测有当时啊，毋是惊喜啦，是惊吓啦，是惊吓，安哥拢无要紧，
当迄个空间有留伫遐的时阵，各位兄弟，咱决断袂抵到跋倒，咱决断袂去崩溃啊，徛袂起来，因为咱本来就留一个空间，准备去迎接、去接纳、去知影主耶稣也是上帝，伊所要互咱超过咱想象的物件，也是思考，也是解说。求主怜悯，帮助咱这个伊所竞选的信用群体，咱做伙生活，做伙成长，做伙成熟。咱无论是啥物款无共款的立场、思考、做法甲解说，咱拢要伫主的厅内面做伙斗阵，因为咱拢是主耶稣基督伊要救赎的对象。咱三甲来祈祷。